透早出门心轻松，沿路唱歌手摇动，看见晚风时间到，大坡涌走无源头。风中汽车拄好也来到。赶紧走来车门前，车载客源车无停，搭车的人排几阵，车歌无停上开台，总也着暂时忍耐，继续来等待。办公时间真宝贵，大无汽车上客开，已经等了半小时，全无看见车到位。到底是为着啥代汽车拢不来？搭车前人在议论，去到正路有卡事，恐惊时间赶袂赴，大家忍耐望哪久？好野的公共汽车全无当上阮。现在时间8点半，何去办公要安怎？空是人人的空气，大概厝内有代志，实在是大号车房凉凉气死人。看着汽车来到位，大家赶紧加小钱，必是车将发脾气，叫阮后房吃白去。就是目睭紧紧，送车归行去。